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家用欣赏。今天呢，中央呢，老师在做居家的重量训练。今天呢，做训练之前一样，相对要先来做一些暖身的一个运动。那我们暖身的运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的时候，前面啊，都有照骨斗，后半面啊，都冇睇照骨斗，所以提一些动作时间，它的名字叫齿护，懂吗？简单来讲，如像跟毛毛虫有没有？也会可以做一个蠕动前进的一个动作。所以，当我们动作要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一样，两脚打开与肩同宽之后，下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这里啊，大腿后侧一定会很紧，所以你的膝盖可以稍微的微弯，让你的手去贴地。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把手往前走，走到一个平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走回来。那走回来的同时呢，那我们就要慢慢要求，把你的膝盖尽量的去打直，因为我们要把这里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第二，慢慢的去往前走。好，身体伸直之后，再往回，膝盖打直。把这个后面后腿这个部分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3。前面第一下、第二下，你一定会够狠，慢慢你顶不踢3下的时间，如果可是我会放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让肩膀用我们的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施压的部分。好，回来，好，我们再做一次，膝盖打直，手往前走，好，停一下，用身体的重量。去让那个肩膀去做一个施压，慢慢的行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腿会那个，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90度的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两脚打开约90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右手肩膀的下压，同时下压的时候呢，你的左边的腿部跟你的右边的胸椎其实都会做一个伸展。好，我们压个1、2、3，好，上来，1、2、3 ，OK， 来，1、2、3，好，我们换腿，一样两脚90度，现在换左手，手肘到你的膝盖外侧，好，1、2、3，上来，1、2、3，肩膀已经受到了那个我们自身重量的压力，好，去施压，去做一个暖身的部分，胸椎也会有一些拉扯，跟腿的部分也会做一个伸展。好，第3个动作，我们要把我们的肩膀去做一个放松的一个部分，两脚打开，这时候手啊，当做它是没有力，自然的在你的两腿之间去做一个画圈。好，尽量让它有一个无力感的部分。好，我们画个5圈。好，换手。1、2、3、4、好，这3个暖身的一个部分，好，你们大概没做好，没差啊。大家那屯老师用下来做完居家重量的一个部分，你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屯老师用下来做运动，先前等有做仰卧浮力挺身的一些所谓的一个运动表现综合型的一种训练模式的方式。我哋在讲，可能有的人体路卡本身啊，已经有基础的一个肌力的一个锻炼在那边了所以说我们后面来排一堆、做一堆所谓的够综合型的一个强度的一个训练当然一部分在于强度，唔希望冇达到也会长途的人，唔怕，唔可以在讲原来也会姿势不是就只有这么做，它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变换。那这个变化的也会姿势啊，也可以锻炼其他的一类肌群的一个部分。之前如果有谈到讲，棒式的支撑，也会动作。那相对性的，上身有的人每晚冇做过，有的人已经做会可以救的，它可以支撑1分钟，支撑2分钟，支撑3分钟，
有可能都不等。安排我哋根本嘅，我哋先同要位棒式的基本动作再来说一次，因为多时间我们会用这个棒式为基础的动作啊，来做一些变化，好，来做一些变化。用瑜伽垫拿出来的时间，啊，等那棒式基本上，哦，你到时候你手肘的那个前臂你会撑在地上。两脚呢，你就打开与肩同宽，这样就可以了。哦，到时候你撑起来的时候，我们后面整个背的部分呢，跟臀部的部分都会做一个水平的部分，所以你到时候撑起来的时候，你的屁股不要这样翘得那么高，也不要掉下来。那你要做一个支撑的一个动作在那边。这也是增加我们核心内的肌群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下棒式的时间啦。如果说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我们先前有做所谓的3点不动，所谓3点不动嘛，原来应该要支撑这4个点的时候，4个点它有一定的基础稳定度，我们就你就加强的一个强度，就讲反正3点动，1点动，3点不动，来增加核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部分。所以答案我会做所谓的棒式的一个变化，就是所谓的3点不动的一个部分。3点不动的部分，用，那我们就是现在棒式的一个预备动作准备好，我们撑起来之后，3点不动，1点动，那我们就是我们先伸我们的右手出去，向外点一下，好，收回来。换左手，点一下，再回来。那这时候你的核心一定要出力，为什么？你今天移开了，那你的整个身体是不稳的，所以你的核心一定要去 hold 住你的身体的一个平衡度。好，现在换左脚外点，收回来，右脚外点，再回来。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3点不动，动1点的一个训练方式，中等下棒式的一个变化，你的核心的部分，你的增强的一个强度啦。所以讲你基础的棒式有在做的，如果可以做一些更进阶版的运动的一个变化，来强化你这个棒式针对你这个核心的部分来做一些一个动作上的一个强度要求。再来做一摆示范，都直接。我们都做2圈一个巡回这样子。好，棒式撑住，一样上半身把它维持好。好，来，右手出去，回来，左手，回来，左脚，回来，右脚，回来，再来，右手，好，回来，左手，左脚。右脚，好 ，OK。这个变化的动作其实它有一定的强度，一样。来综合训练如果有个那高强度，其实它相对性的也会增加你的心肺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深呼吸，好，吐气，吸大口一点没关系，然后再把气把它全部吐掉。好，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好，那我们另外再教大家一个棒式另外的一个变化性的一个部分。这个真的也有一点累那希望可以让有一些基础能力的人，你要在做一些进化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它是可以让你去做一个参考的。之前有用弹力带，爱更加强用，实际上可以碰灯。阿莫路走个角落，给嘛个移脚或者是左脚，同样弹力带绑好绑住，多时间用用。我们因为只能做单边的，到时候我们棒式基础做好之后，握的这一只手我们会做一个往前推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是完完全全你在这个行距过程当中，你的3点确实是不动的，
所以你的核心要非常的出力哦。好，来，我们示范。好，来握着手的这个弹力带，来推出去，回来，2，回来，3，回来，4，回来。哦，这个强度的部分会蛮强的。那当然，弹力带的部分，你如果可以增加的话，那你都可以去把它增加它的这个强度，没有关系。那都直接胸用，有数做的，可能可以转个方向，来做数。当然呀，你开地方够大吧，你不是提插来插去，提蹦来蹦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做左手的，让棒式撑好，我来前推，1、2、3、7，好 ，OK， 好来，这个确实有点喘，好，我们来深呼吸，来吐气，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好，这个强度的组合呢，当然我们后续我们可以再来要求我们自己。那怎么要求呢？一样嘛，我们把这2个动作都来把它做一个连贯性的一个部分来去做加强。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把这2个动作，我们做一个组合的一个部分来做 run down， 好，来做这个训练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一样。棒式的3点不动，然后再来做弹力带的一个棒式的一个变化。那一样，我们都把它做2个循环，跟3下这样就好了。来，开始喽！来1，右，左脚，右脚。好，再来接我们的弹力带的一个部分。哦，换边。来6下。好，哦，这2个动作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训练，把它加强在组数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部分，如果可以从以前的动作，再把这些东西加上去，从先前跟俯卧撑、摸肩啊、左右移动，重要的东西都可以增加，变成是一个训练的一个组合。我根本因他刚也没做过开，哦那么的辛苦做下的综合型的一个运动表现的一个部分，好啊，感谢大家努力的去做这个运动。